剃鬚戰 fit 爆，朗尼名落莫睡面啊！唔止唱歌啊，仲爬埋上噴水池添啊！嚟倫敦睇波嘅蘇格蘭球迷真係 crazy 啦，可惜蘇格蘭最後都要輸2-3啊！雖則話英軍3個入球都唔關朗尼事，但係佢都冇 hea 踢噃，到67分鐘先至被換出，一啲都唔似啱啱傷完啊！點解你要呃我？一班魔迷梗係會有咁嘅諗法啦，事關莫帥早前話朗尼肩傷啱啱好翻，所以喺社區盾唔派佢落場。但係喺星期3英格蘭對蘇格蘭場友賽，朗尼正選上陣，仲要跑足全場添啊，狀態 fit 到爆啊，搞到幫英國電視台做廣播佬嘅莫耶斯鬼咁尷尬，俾其他主持抽水不特止啊，仲要俾英軍主帥學神串，話朗尼之所以咁生猛，一切都歸功於曼聯嘅訓練做得好啊！另一位獲學神大讚嘅就係列基林拔啦，31歲先至為英格蘭第一次上陣，就射入致勝球，直情係衝上雲霄啦！YM 山田三浦